台南市教育局技术组通指挥由新市国小美术班的学生展出上新的25件陶艺作品，原住民民居。以原住民图腾来发想，从平面设计转为立体设计的作品。那总共有25件作品哈。那这个新市国小的美术班已经有毕业16届。我们主要以4个主轴为目标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水墨，然后平面设计、陶艺跟版画。新市国小透过跨越教学，引导学生为台湾16族原住民当中找出创作的元素，佮融入学生的创意，用绘画图做成独一无二的原住民民居。有菱形，然后还有一些我比较喜欢的形状，让我感到很兴趣。还有百步蛇，让我设计在我的面具上面。材料就是我们用白陶土，然后会用泥浆把它粘上去，这样可以让它比较稳固一点，不会掉下来。然后陶土里面不能有空气，不然如果放到那个素烧的话，它可能会爆掉，要重做一个。之后做好烧完素烧的话，我们会用釉药上色。再进去釉烧。那孩子的创意是无限的，每一个面具的作品也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们在这边很感谢孩子，还有我们的老师，能够一直带领孩子在美感教育里面做一些突破。新市国小致力培育有艺术才能的学生，校长讲，这次受邀展出，代表着教育局对学校的肯定。教育局未来也会持续透过技术图通，鼓励更较侪学生创作。台南市苗小怀采访报道。